主日3分鐘將臨期。喺將臨期裏邊，我哋有燃點將臨環嘅禮儀。其實將臨環又可以叫做將臨圈、將臨花冠、將臨樹或者係家和圈。將臨環係起源於北歐嘅異教習俗，同冬至有關。喺冬至嗰一日，係太陽離開赤道最遠嘅日子，而喺北歐係白日最短而黑夜最長嘅日子。人們期待太陽能夠早日翻嚟，去驅散長夜嘅黑暗。佢哋就將一啲常青樹翹喺馬車嘅車輪上邊，再加上一啲嘅佈置，然後將蠟燭燃點放喺中間。到16世紀，德國嘅基督徒就引入咗呢一個習俗作為宗教儀式。而家已經傳到世界各地，特別係講英文同埋德文嘅國家就更為普遍啦。我哋用常青樹編織成圓圈或者係花冠，就因為圓形正好象徵天主嘅無始無終同埋永恆，而常青樹就象徵咗天主嘅永恆不變，亦都象徵咗天主對人類常存不變嘅愛。圈上放置咗4支嘅蠟燭，就代表住將臨期4個嘅主日。傳統上3支蠟燭係紫色，另外1支係粉紅色。紫色係代表住期待、渴望同埋補贖。每一個主日，我哋會燃點1支蠟燭，就提醒我哋基督嘅來臨越嚟越近啦。將臨期第3個主日，我哋會燃點粉紅色嘅蠟燭，就代表住喜樂，因為主已經臨近啦。將臨環嘅燭光正好象徵住基督，象徵住基督嘅真光嚟到世界去驅除黑暗，照耀嗰啲坐喺黑暗與死亡陰影下嘅人群。將臨環將燭光結合於花環之內，就充分表達咗我哋熱切期待基督嘅光榮再來。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能夠善度將臨期，求你引領我哋能夠走正義之路，滿懷希望迎接主基督嘅降臨。